生態甜頭，全世界只喺袋鼠島你先揾到嘅啫。邊細味新鮮，邊享受，望住呢一望無際嘅森林，龍蝦巨無霸，拎得起，食得過癮啊！你敢記之？蠔遊天下，星期日晚8點 ATV 本港台。王者君臨，勢危不驚，宏圖大業任我獨行，時不與我，離愁不哀。周日大電影《西楚霸王》，星期日晚8點半，名成千古。每次出動，面對有需要同情況嚴重嘅病人，我哋短短時間內作出嘅決定，可以挽救生命。我哋每次要應付嘅病情都唔同，要即刻決定用最合適嘅治理方法。不過最重要係，你係咪真正需要我哋嘅緊急救護服務？你嘅明智決定可以協助我哋拯救生命。切勿濫用救護服務。中國4大發明，寫下輝煌歷史，累積華夏文化嘅千年創意。透過曲折傳奇嘅故事，探索前人嘅聰明才智。獅王飾史美特約中華創意奇觀，星期1至5晚11點25分 ，ATV 本港創意推動帶嚟肯定，多項國際及本地殊榮，鼓勵我哋繼續用心創作。請大家以欣賞嘅目光，見證 ATV 新一頁嘅開始。I am what I am， 我就是我，是顏色不一樣的煙火。我喺99年9月開始做記者，最難忘一次係採訪西部大開發嘅時候，被當地電視台訪問。而最榮幸嘅就係製作通報機制專題嘅時候獲得獎項。不斷進步係我嘅目標。我係 ATV2新聞財經頻道主播顏超健。2009年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60週年。世界嘅目光將會聚焦中國，透過深入淺出嘅探索，我哋可以重新認識中國。慶祝建國60週年，香港婦協呈獻《祖國新貌》，星期1至5下午5點39分。行動，全城最紅。